2月21日是世界母鸡日，一礼拜各地拢有母鸡的活动，真侪母鸡家庭嘛拢有来到台北国际册展，要找台语文的出版品。除了出上侪台语绘本的前卫出版社，其实这几档有一寡大型的出版社嘛拢有在做台语绘本，希望会当甲台语的市场拼起来，做回来推广母鸡。水内底敢若有鱼啊，伫遐咧游来游去。找囡仔来为台语绘本配音，这是杜玉玲和杜家辉姊妹上新的绘本。我的朋友住伫隔壁庄，画出大家正式的生活情景，看会到田园莲雾和高丽菜。台语简单佮深色，正适合亲子做伙读。联经出版社表示，照顾母语族群的需求，嘛是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即马嘛有即个少年人想要甲天佑林老师共款，想要甲咱的母语找回来，想要会晓用咱的母语来写文字的这款的读者嘛足侪，所以伊嘛会来为这，因为咱袂晓台文的时阵去读一本全部拢是台文的小说，迄有一点仔费气对。但是伊若是来读绘本的，为这简单的文字开始学。也拿台语绘本出上侪个前卫出版社，除了世界经典翻译和文书的类型，这几年嘛推出和环境议题有关的绘本。比如三缺一剧团创作的《鹅仔夜行军》，讲的就是西海岸鹅仔受污染的故事。最近因为西海岸一寡工业的破坏所以拄到一寡生态的问题，伊用这鹅仔做故事来反映讲咱鹅仔甲咱生态安怎会使更较好的方式来生存来处理安尼。这本册嘛有用迄个 QR code， 互人扫咧会使听咧看。针对咱台湾的囡仔拢会使来熟悉咱平常时伫食的物件，甲因的故事。这几年台语文的创作哪来哪行，前卫出版社表示，因会继续出版愈侪类型的台语册。另外一寡大型的出版社，像联经、大地文化等等，因拢表示，所来阁会有台文出版的规划，希望甲台语市场拼起来，做伙来讲台湾的万事万行。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